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喺琴日開通之後呢，今日我哋迎來首個嘅工作天嘅。我哋喺開通之後呢，至今呢已經係有超過5萬車次呢係使用中九龍繞道嘅油麻地段㗎啦。睇到今朝嘅情況呢，係大致交通暢順，亦都係符合預期嘅。由於呢一條嘅繞道呢係扮演一個分流嘅角色啦，亦都係能夠貫穿我哋九龍區嘅東西嘅走向嘅一啲交通嘅道路嘅。咁所以呢，我哋都睇得到呢，加士居道天橋啊、龍翔道啊呢一帶喺九龍區嘅主要幹道呢，今天呢，我哋都睇到有好明顯嘅交通嘅改善，而係相當暢順。運輸署嘅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已經係由自星期六夜晚呢係提升到去最高級別嘅一個督導模式，至今呢都一路呢係監督住整體嘅交通狀況。咁我哋呢一定呢係會繼續密切留意住個交通情況啦。